若有啥代志，也应该嘛坦白讲。我讲心内的忧愁，袂伫吐出来，咱可啥人会理解？这款不应该。心内真艰苦，也你叫我怎样讲？为着那女性陪你堪悲哀，当初我不知，也女性的厉害，假情假意无真爱，笑我憨大呆。叫我怎样会理解？实在不应该。阿良哥，你是咧说咱是？你哪知？你家己讲的嘛，我听人伫讲吼，虽然都爱食金蕉皮，炒花糊这样好念知。心内的悲哀，也你全部吐出来。做人你应该提出勇气来，无情的女性也留恋啥路用？打拼事业较要紧，不通再伤心。世间也有好女性，有理解